尊敬嘅蘇校長、周副校長、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同學，我有幸得到呢個機會，代表畢業班嘅同學向住我哋嘅師長作致謝詞啦。我開心之餘，亦都有憂慮，因為我哋所有同學對於師長嗰份感恩之情，同埋對回饋母校嘅渴望咧，絕對唔係我幾分鐘內寥寥數語可以巨細無遺咁清楚表達。既然時間有限，我就坦白簡潔，將我喺華仁5年以嚟嘅心聲同大家分享。九龍華仁書院名聞遐邇，譽滿香港，能夠入到嚟華仁讀書，係好多同學嘅心願。當我同各位同學升上去中一嘅時候咧，除咗發現華仁係空間廣闊、鳥語花香、草木宜人，學生嘅設施一應俱全之外咧，好快就會發現到華仁仲有另一個特色，就係自由。喺華仁度讀書，我哋可以參加好多嘅興趣小組，可以籌組唔同類型嘅活動。就算係各位着住嘅校服咧，大體上當然都係一樣嘅。不過睇清楚啲咧，其實大家嘅穿着其實都係款式多樣、百花齊放。呢一份自由對於華仁仔嚟講當然係難能可貴，但係咧亦都間接增加咗我哋師長嘅教學難度。師長既要係俾我哋自由自學，同時咧亦都要對我哋事事關心，誘導我哋行正確嘅道路。加上近年教育改革，的確係令師長如牛負重，但係我哋華仁嘅師長仍然係孜孜不倦、盡心盡力、緊守崗位、緊執教鞭。華仁嘅師長除咗堅持不懈之外咧，佢哋每一位嘅老師嘅教導方法咧，都係別樹一幟、獨辟蹊徑嘅。哇！正所謂有其師必有其徒，老師嘅教法特別咧，我哋學生對於師長表達愛戴嘅方式咧，都係好有創意嘅。譬如我哋會匠心獨運，為老師設計一啲別名，咁樣稱呼起老師上嚟咧會親切啲。又或者喺小息嘅時候，我哋利用課室同埋露台同神父玩下捉伊人啦。但係我哋畢竟都仲係年輕，我哋入世未深，有時太過興奮，失咗分寸。我哋做事未免有瑕疵，亦都未能夠恰如其分咁樣善用華仁嘅自由。好彩師長對我哋嘅過錯咧，都係寬大為懷，處處包容，並且係繼續耐心教導我哋。記得喺我中一嘅時候咧，學校嘅課室啱啱裝置冷氣機，本來每一位嘅同學係要承擔10蚊嘅電費，但係最後學校都冇收到我哋。由呢啲事可以見到，校長對於我哋學生嗰份體恤、嗰份關懷係無微不至。對於師長嘅訓勉，我哋拳拳服膺；對於師長嘅愛護，我哋不勝感激。喺度，我哋都要多謝一直以嚟照顧我哋嘅各位學校職員、助理同埋工友，為我哋安排一個妥帖、舒適並且潔淨嘅學習環境。5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，喺5個年頭裏邊，同學幾乎日日都見面嘅啦。喺5年嚟嘅嬉笑怒罵當中，有啲摩擦係難免嘅，但係無論係乜嘢拗撬都好，到咗今日都經已煥然冰釋。無論係咩拗撬都好咧，只會成為同學間相處嘅甜蜜回憶嘅一啲點綴。今日我哋係一齊學習、一齊遊戲、一齊玩嘅好同學，到咗他朝我哋踏足社會，依然係互相勉勵、互相扶持嘅好朋友。有人話學校係社會嘅縮影，依我睇咧，九龍華仁根本就係一個微型社會。喺高度自由下，我哋可以自發探求知識同埋潛能，吸收待人接物嘅經驗，為踏足社會作好準備。我哋能夠喺一個無拘無束嘅校園裏邊，
成長、進步。其實呢啲正正係我哋華仁師長殫精竭慮嘅成果。喺度，我懇請各位同學起立，為苦心孤詣、耗盡精力辦好學校嘅校監、校長、副校長，以及對我哋海量汪客循循善誘嘅各位老師，以及全體用心服務華仁嘅所有工作人員，熱烈鼓掌！多謝徐神父，多謝陳神父，多謝蘇校長，多謝兩位副校長，多謝各位老師。各位請坐。最後，我代表所有畢業嘅同學，再一次衷心感謝各位華仁師長5年嚟嘅悉心栽培。之後，我哋一定會謹記老師嘅教詼，秉承耶穌會嘅理念，發揚華仁 In Hoc Signo Vinces 嘅精神，乘風破浪，堅毅不屈，以誠待人，為我哋嘅社會、國家、世界作出貢獻，絕對唔會辜負師長對我哋嘅心血。亦都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，大鵬展翅。喺畢業之後咧，大家保持聯絡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共同努力，追尋我哋嘅理想，向我哋嘅目標進發。願主保佑大家健康快樂，多謝。